欢迎叶列恰提。那么他的对手是红脚选手，来自泰国的卡江萨克。The blue corner is from Thailand。这位选手出生于1981年，身高臂展均是1.60米。远道而来的泰国选手今晚将收获怎样的比赛结果？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看看今晚最后一场比赛到底谁主沉浮。好，这是今天晚上的压轴的比赛，由大中华区金腰带获得者红脚对蓝脚将进行6回合，也就是叶盛轻量级122磅对决主裁韩红翔比排第1位，索拉图索分昌徐百军对战来自泰国的卡江萨克。哦，泰国这名选手战绩也非常不错，26我们的红脚26胜16负9次 KO 对手。准备。然后来到我们的拳台中央。刚才我一直在回味霍子强对李维芳。蓝脚是来自北京的叶列恰提，按照我说的没有错。红脚是来自泰国的卡江萨克。When the fight begin, you must follow my order, OK? Good luck. 今天最后一场比赛正式开始。那么叶盛这名拳手呢，也是拳力联盟主推的这么一名非常优秀的拳手。他的技术、战术到速度到出拳的力量都非常的不错，技术非常全面，一名左架的选手。但是我感觉叶盛的胡子好像比前一段时间要稍微长了一点。我们这名来自泰国的拳手呢，也是经验非常老道，打了将近有40场的职业比赛。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叶盛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好拳。那么大家当看到这种6回合的比赛，它不像4回合，它一般拳手在第1回合当中不会说去很快的进入这种高转速、这种高强度的对抗，都基本先以试探为主。好，我们这个红方的教练在提醒叶盛，就是我们田东老师在提醒叶盛，把对手堵到绳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来自泰国这名拳手，他的臂展确实非常长啊。那么泰国的呢，也是职业拳击和泰拳呢，都在搏击水平也是比较发展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国家，里面也涌现了很多拳王，像之前送给我们周世明的那场败绩的伦龙，有很多，而且说这些拳手呢，他们是职业拳击和泰拳都是可以打的，有很多的双料这种拳王。这个泰国的这名拳手控制距离还是不错了啊。来自哈萨克族、新疆哈萨克族的小伙子们一直在给叶盛加油。
其实现在像叶胜这个水平和这个职业这项技，我估计的话，他很快的话就会冲击我们洲际拳王的锦标赛。我们期待一下叶胜的表现。叶胜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选手，因为他的技术风格确实是非常漂亮，打拳干脆利索。叶胜现在好拳，叶胜这一组反击后的进攻非常干脆利落。叶胜现在一直在找机会，一直在找机会。叶胜打拳真的是毫不拖泥带水，非常漂亮，好拳啊！这个泰国选手抓准了叶胜这个防守漏洞，还颜色。好，叶胜又把我们泰国选手卡萨克江啊逼到拳架，哎。好拳，好拳！这一组连续进攻非常漂亮。其实到目前来看的话，这名泰国选手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他躲过了很多叶胜这种连续的重拳啊，而且说自己的这种我刚说完，应该没问题，应该没问题。一次数8啊，应该没问题。好，恭喜叶胜 ，KO 结束。好，让我们恭喜刚刚我们进行的是我们叶胜今天比赛日的第9场比赛。那么在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比赛终止，因为双方选手在激烈的比赛当中，随时可能会受到对手打出的重拳。那么我们的红脚选手来自泰国的选手塔江萨克，看来是无法继续坚持比赛了。我们再来重新回顾一下我们的蓝脚选手的名字是来自北京的叶列恰提尼和买托拉。
刚刚呢，我在背这个拗口的名字办了一下的时候呢，也在台下和我们的全力联盟的主办方这场比赛到目前来说，有所说到，其实我们的这个蓝角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绰号，叫做叶圣。其实他也是我们上一季全力联盟这个级别金腰带的持有者。那么从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实力所在。当然，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全协代表给出的最后的比赛结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这一幕我相信也提议我们所有的拳迷可以拿起手机来拍一下这一幕。我们的拳手非常充满友谊的色彩。叶圣也是过去看了看他的对手。好，我请我们的红角选手，来自泰国的选手，看看能否坚持一下来到我们的拳台中央。我们的 WBO 的工作人员可以尝试一下 Mackin。OK， 裁判示意我们不要再去等了啊。那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宣布一下比赛结果的 Red Corner vs Blue Corner，Winner is Blue Corner。恭喜蓝角选手第2回合2分53秒 KO 获胜，恭喜！好，一方面恭喜我们的拳手，同时也祝贺并且祝愿我们的蓝角选手叶圣能在决赛的舞台上继续再奏凯旋。好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那么今天是我们常规赛的第11个比赛日，至此也是圆满结束。感谢所有拳手、教练员、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指定装备提供商 Everlast 倾情提供。明晚7点我们再会，拜拜。